大干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还这个福分同心聚会敬拜。今仔日是这个连续假日，总是阮有缘持续伫这个守安息日，这个美好的信仰甲传统。阮求你，互阮线接这个圣经的教示，会当真正做阮生命的快乐，也互阮一生活出上帝的疼。愿你的话开启阮的心门。愿圣神亲自感动阮，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伫顶礼拜是好会啦吼，好会咱想讲即个主题，对咱大家事工教会的推展有一个真要紧，是咱一个五大目标，也是讲五项祈祷中间的一部分。我希望讲我所分享的。你会当认同，你会当感觉讲阿门，这也是我要做的。安尼，这个上帝话就真侪咱，毋是个人尔，是兄弟所有咱同心要拍拼的所在。咱拄则读两段圣经节，这圣经节咱拢真熟，我就无一一来解说。但是其中有一句，我要甲咱大家学习啦吼。伊遮吼。有耶稣咧讲，亲像爸有疼我，我嘛有疼恁，恁着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。这个话是耶稣讲，这表示咱伫顶礼拜有提起吼，迄个疼的来源呐，迄个疼的快乐，毋是一个人生出来就会晓疼，是上帝将迄个疼的 DNA 互咱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有。爸疼我，所以我嘛有疼恁。那是用咱的话来讲，是讲我有得到上帝的疼，所以我嘛要疼我的兄弟姊妹。所以讲，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，亲像我有遵守我爸的命令。伊佫加一句话讲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因为耶稣讲我有遵守爸的命令，疼。爸疼我，我疼恁。我遵守爸的命令，恁也着要遵守爸的命令。用这个成做咱一个得到能力、得到快乐的来源。讲我甲恁讲这个代志，是要互恁，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，佮互恁的欢喜满满。这个事是疼，遵趁主的命令，迄个欢喜就来啊！耶稣用疼表示讲，这是我的命令。命令的意思是，迄个级数是上悬的啦。咱讲我建议今仔日连续假日你莫出去佚佗，因为外口迄空气足歹，自爆，你莫去。你嘛是因我讲我都无爱，我都想要去行的，人足郁卒的线天气拄真好啊。你会使毋免听我，因为我讲的不一定真嘛。但是耶稣讲我命令恁，意思讲你着安尼做，毋通阁有第二句话就对啦我有听恁，恁着相听。耶稣拢用伊家己做模范，是我有听恁，所以恁着安尼做，毋是讲我毋免做，恁爱做安尼那即句话互我有一个感触啦伊讲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。无比这个较大的疼，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无比这个较大的疼。咱就想讲，有影啦，这个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这世间足稀罕啦，足稀罕。较侪是啥物呢？较侪是咱去朋友误着去无命去安尼啦。迄若拄着人讲，迄个拄着迄个迫害困难的时阵出卖朋友的足侪啊。所以咱就想讲，即句话到底是咧讲啥物？世间足少的，就无法当比较嘛。你若讲即个代志，大家拢做会到，大家来努力啦。即个看起来是做袂到咧。我一个感动讲，耶稣讲即句话是咧讲伊本人啦。耶稣讲我就是为着朋友牺牲性命的人。所以我甲恁命令完全有即个。有迄个资格就对啦。我的立场有够也通互恁听即个命令，因为我就是要为着朋友牺牲性命。
我着为着世间人牺牲性命。所以讲，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。这互咱家己有一个自信，讲主耶稣伊是上帝的囝，伊用这个模范放伫咱中间。咱毋通想讲，要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这也法度，我困难啊，我做袂到。毋是讲你做袂到，咱无能力就对啦。但是请会记哩，耶稣甲迄个上悬的标准放伫遮，你是要让人知影讲啊，我虽然疼，我疼无够，但是我就是要安尼行。人行1公里，行偌久的时间，我行1倍，我嘛要行较够。人咧爬即个小的山，咧行山路，人行足紧就够。我虽然行较慢，我嘛要行。这是一款的心志就对。圣经第2部分，咱就真熟啊，这就是爱的真谛，爱的真谛。但是保罗先生甲咱做一个真趣味的对比啦。伊是讲，我逐种的材料拢有，但是敢若一句话讲，若无真爱，遐个材料拢变做无路用安尼吼。所以咱有时咧看见世间真侪人，世间真侪人用这个外在的成就咧乒乓，外在成就咧标榜家己。但是耶稣保罗讲，若无疼吼，只不过是一个亲像风吹过若定啦，互人目睭光一下，就无去啊。伊讲，我设使会讲人甲天使的言语材料足好啊。但是若无忍耐，迄个人甲天使言语就变做轻轻空空的锵锵就过啊。我设使做先知，拢明明拢做奥妙，就是你知识足充足的啦，足侪知识的啦，甚至迄个信心连医生都有法度。伊讲若无忍耐，这也无算啥。我设使尽所有的真济，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。你这个互火烧，就表示讲，我愿意为着一种的理念来牺牲呢。若当时迄个时代是讲，我甚至敢为着主来顺道呢。但是你的顺道若无仁爱，这嘛是假的。所以保罗甲仁爱讲甲上悬就对啦。咱知这段经文后壁面就是讲，听是牛宽容人民有无？咱迄段话咱就足熟，牧师就无搁提出来用。但是咱尾仔一句讲，如今所存的是信、望、仁爱这3项，其中上大的就是仁爱。那既然咱基督徒伫教会对信主了后，温群在参加聚会，温存在读圣经，温群在服侍主，温群在传福音。但是咱咧追求逐项拢真好，但是迄个上要紧、上核心的。上对焦的迄个疼，咱也做无到，也是讲咱无要去认真做，安尼恐惊咱所做的拢是假做的，就对，规日空空。所以咱遮有顶礼拜咱用这个甲咱3个学习啦，讲这个牧师伫咱这个祈祷中间，讲咱望咱的教会会当行这5个方向。拄则咱的总结仪式嘛，伫祈祷中搁一遍在重复。这5项是甚物？拢真简单福音教会是甚物？咱祈祷讲上帝互阮的教会叫做上帝给真理的调教。咱就是要当心追求真理，这是咱的第一步。第2项就今仔咱的主题，咱来活出疼的健康的教会，大家学习彼此相疼。第3，咱的教会会当认真，大家拢同心一意的，无人咧讲。这个迄个就是大家人讲同意讲是，咱要积极来传福音，热情传福音，传人归主。第4项，咱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灵命丰盛的教会，有圣神同在，咱有属灵的见证。这个包含伫拄则信从顶落的见证。咱甲上帝祈祷讲，上帝啊，我是你的囝儿。我无爱我安尼一个安尼软高高翘骨，一个感觉讲一个无健康的身体，安尼袂当见证你的名。所以是身心灵拢勇健的一个基督徒，这是咱教会的一个建造的愿望。最后一项是门徒的培育，咱栽培每一个基督徒，诚侪主的门徒。
所以咱今仔日这段后壁边我甲咱做分享。顶礼拜咱有讲到这几项咱煞接吼。咱有讲到约翰一书咧，讲到耶稣的疼的诫命，有讲起到疼的源头是上帝。咱真正彼此相疼，咱捌上帝才是真的就对啦。你若讲无相疼，讲我捌上帝吼，迄是假的，迄是知识上的尔。第三，你若要实践疼上帝，讲咱要疼上帝，有影我都要疼，要疼伫倒开始疼，都疼你看会到的兄弟姊妹。这是一个三段啦，三段论安尼。好，咱有讲起就讲若要相疼，耶稣叫咱命令咱着相疼。迄个疼上好实习的场所就对啦，迄练习的场所就是伫教会。像这咱问各位讲，我感觉疼就是伫家啦，伫我的家上重要。讲是啊，是啊，伫家内吼相疼，迄是咱讲理所当然的。老爸疼囝，兄弟姊妹相疼，这都毋免阁讲啊。但是伫教会内面，咱是无大部分是无血缘的关系，工作、咱的身份、咱的所有的各种的知识财物拢无相像。安尼相疼，迄个操练就更较实际。所以咱是第二个愿望，教会建造愿望是讲，咱要建立一个主的疼满满的教会。主耶稣的教示，伫咱生活中学习疼、实践疼、练习，因为咱就是要印证讲一个真的门徒，就是要见证主的疼。所以咱大家拢同心讲好，咱要来追求一个充满主的疼、主的疼满满的教会。我常常在分享这个题目的时阵，我拢真勇敢，甲别人讲有啦，大家教会拢真相疼，但是我感觉讲咱富强教会这方面呢，特别有温数啦。特别温数是讲，咱毋是100%100分啦，安尼都免学啊。讲咱虽然是无完全完美，但是呢，咱的教会大家人有这个共识，是要欢喜相疼，彼此关怀。这是咱教会一个安尼讲，这是一个亮点嘛，这是咱的加分啦。咱想要努力，要做到这。当然你讲嘛有人咧嫌啊，一定有的啊。嫌到安尼叫我检讨啊，甲你回失礼啦，我做无够啊。咱就是这款的心志就对啦。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这吼，第一个主题，第讲要真做一个教会有疼。第一个，咱真做主的疼的载体。载体就是讲，我永远会落去啦，永远会落去。第一，承受疼的人才知影要安怎疼。伊是讲，我有互人疼，我才会晓疼。就是耶稣讲，我有得到上帝疼，我也安尼疼恁。咱有讲起就讲，伫迄溺爱的中间，你会掠做理所当然，你毋知影这是叫做疼，你是干那要求那定无对等啦。我爱你的疼，但是我不爱疼你，安尼这是无正确的疼。第二，疼是互相交流的，迄个愈交流，迄个疼愈顺就对啦，愈顺畅就对。你若无通，像水沟无通就积水积垃圾安尼。我咧讲最近牧师馆吼，咱的迄个热水炉吼，水无够力吼，我就拜托师傅来检查。伊讲吼，你这可能是吼，毋知是当初时流落来，还是长久月深啦。迄个烧水的管吼，有少啊塌的。所以你开水吼，烧水无够力，所以有时无烧水安尼啦。有那困扰一站足久啊，到尾请迄个热水炉迄个师傅吼来甲阮检查，伊讲你这可能水力无够，所以吼拢沉淀落去啊。所以到最后讲，若要通水管，就爱开足侪钱，讲无先用先用一个加压器啦，意思讲咱有个厝里若无水塔的人，拢爱用加压器，较袂恁兜的水无够。伊讲你一般的水冷水无问题，是干那即个烧水，所以真正倒一个迄落去。我倒落去，真正哇，迄水出水袂歹哦吼，出水就较有力啦，就袂定啦，安尼发生讲开足久拢无烧水安尼啦。但是有
有一个后遗症的，咱知影咱即马新的水龙头吼，水龙头拢有一个过滤的对无吼？啊，互伊水袂安喷来喷去，啊放落来水啊足水足顺啦。我奇怪，安尼阁无水去啊？是啥物原因啊？啊，我就学习讲啊，原来迄个水道头吼，迄有一个过滤器，啊，甲拔起来，甲拧起来，讲哇，内面拢刷就对啦，内面拢刷插伫迄个过滤孔，啊，无怪水怎拧，它烧去啊。哇！就一直甲洗，搁倒落，搁无啊，搁又搁踢掉啊！啊，所以表示讲，迄个较早吼，因为水流无力，啊，所以若有沉淀拢放伫个水管内底，啊，所以真有力啊嘛，咧冲啊，咧冲迄个水，啊，都爱冲去。啊，到尾讲啊，想一个办法吼，暂时迄个水道头莫甲倒落，因为迄有过滤的搭掉的吼，啊，甲开落较大缸，啊，大缸会喷来喷去，毋过较细致的都好，啊，互伊毋茫讲遐个垃圾甲冲走。啊，我咧讲即个是讲。听嘛是安尼啦，听你就是互相的交流，迄就足顺畅的。迄有时翁仔某中间哦，迄表示听，有时哦讲袂出来，也是袂当表达。但是你若常常表达，就亲像咱咧听囝咧抱囝吼，你拢真简单就讲就是讲啊，爸爸听你哦，哈，好查某囝你足古锥哦，你定若讲你就表达得出来。迄听的交流就是安尼，啊若无吼会怎挡掉的。咱台湾人吼，定若有人咧讲，有时做爸爸的吼，听囝吼拢袂晓讲迄句啦，讲囝儿我听咧，啊拢用迄种用念的，啊用骂的，啊来表示伊会听。啊有时吼都无了解啊，囝儿感觉讲你冷冰冰，做老爸吼，安尼拢无有迄款的亲情伫咧，安尼这有时是颠倒误解去吼。第三，听会得到鼓励，常常鼓励。互人以欢喜用听来做交流。第四是讲，父母爱做模范，你模范学习啊，囝儿4岁都会晓听。好，那咱过来要分享的是讲，听是安那爱伫教会中来实行，有几项的学习啦吼。听伫教会来甲进行落去安尼，实行落去。第一是初代教会。是一个听的模范，因活出听心的行动。讲啊，咱要学，啊，咱要教会来推荐，咱先学初代教会。使徒行传2章40、29、40、50，咱大家定来咧读，啊，内面哦足侪听的教示啦。2章40、20讲，常常专务使徒的教示，专务哦使徒的教示，三甲交陪八饼祈祷，讲众人拢惊吓。使徒搁行做新者基础新者，表示讲，因就是照安尼行，耶稣安尼教学生，学生教遮的门徒，啊，学生教遮的会友就安尼进行。伊讲，哇，众人拢惊着啊，惊着意思讲啊，即阵人吼，生了甲咱共款啊，穿插嘛甲咱共款，但是都敢若无共款，因为因有行做新者基础，因为因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啊，这是要显露出甲人无共款的。但搁一项讲，信的人拢自集伫一所在，所有的米公家用，搁袂物散家业，照达人所欠用的分互因。因若是敢若口头用听啦听，因真正实施听，真正是迄个彼此有无相通即款的教示。啊，所以初代教会因为安尼来见证上帝，惊信者有听，有三甲同心，所以众人因为安尼认捌即个教会。因为初代人也无负责教会啊，敢若即阵门徒若定，因为安尼一人来信主吼。啊，所以初代教会发展真紧速、真普及，就是门徒用真委身啊，用生命来付出。来领受圣神的同工，这是主要的因素。但是咱拢知影，迄个背后，迄个基本的，就是会当彰显出迄个要素，就是因有听的付出啦。有时逐项我拢做甲照教，但是你若无听吼，迄个开力袂计上咧。好像你咧宣传啊，宣传吼，到尾实际你的物件都无遮好啊。你要卖物件讲了足好听，讲足好诶，啊，咱即马吼网络定咧诈骗咧，吼啊，迄电视诶广告啦，吼啊，迄个网络内底甲你讲，迄个小产品哦，好啊，世间毋捌拄着遐尼好，啊，买咧到地讲转来讲，哎哟，迄品质拢毋对，
中国进口的，用无偌久就歹去，你就后摆你就毋敢买啊嘛。但是初代教会因是讲的甲做的拢共款。初代教会互咱福音学习的第一，使徒的教导真认真真确实，因以身作则，用性命付出听，毋是口头宣传啊听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，基督徒的疼心，佮煞着心热，哇，迄就加倍的效果啊吼！众人拢真得到激励嘛，对听的行动甲付出得到满足甲欢喜。伊讲传福音的行动就较积极有效，因为我有听，有得到对方的回应，这是头一步。第二步，我听的行动带来上帝的圣神的感动、圣神的医治，哇，迄个见证就出来啊！就拄则咱听信徒顶头见证安尼，咱感觉讲啊，这个神是真的啦，毋是口头的啦。第三，因定了一个真好的规矩。听嘛要有规矩嘛，所以因就是派人做专业的管理。咱知影讲，迄个中间上代表性的事业就是司提反。即头一个顺道的司提反，伊就是甲共款拢总7个执事互人选出来，因专门来做管经济送向人的事务。要听要有一个制度嘛，要有一个公平嘛，要互人感受会到嘛，佫要做了有效果嘛，佫要真侪人去领受到嘛。所以这拢是初代教会。咱讲伫教会要实行听，要安怎做？因就是安尼做这几项。第二部分，咱要三个学习的是讲，咱都要伫教会中来操练听。所以有时咱的教会会用各种的标语、各种的这个宣传，甲咱讲爱三听，爱三听，毋是讲讲一个标语那点是讲。提醒，所以听的行动甲实践，常常是放伫咱教会日常生活的互动的中间，甚至当做标语，时常宣导来提醒就对啦。我之前有听过一个韩国的一个牧师，真有讲道嘛真优秀的牧者，叫做孙成兰牧师啦。伊咧做见证的时候，伊讲伊咧开拓教会因初期无偌济人因就定一个目标，讲阮。教会的目标无有其他，因为伊的教会名就叫爱的教会啦，听的教会所以因的标语是唯独爱，就讲只有听，其他的拢会使做，但是这项袂使无做安尼所以伊就一直伫遐咧宣传，伊讲足侪年拢用这个唯独爱当做因的教会的目标。咱这几年，咱真侪兄弟拢有听过牧师咧鼓励讲。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口田、脸田，佫来咧心田的教会。你表示讲内外一致啦，咱的教会可能你有真侪的挑磨、困难重大，但是当你看到会友用笑容、用嘴烧酒问，甲你称呼，咱的心、咱的橄榄就放落呢。若心佫较甜，就是表示关心有。达到你的内底，咱若有这三项口田、脸田、心田，咱就是充满一个温暖、浓浓的爱的教会。这个毋是口头讲，真正都要用实际。有时咱会疏忽去，有的是漏交去，有的是做不到。咱就是用这个目标来努力。第二，耶稣的教導是咱叫咱爱听迄个无可爱啦。那是咱有时看到迄囡仔足古锥，拢是要甲抱一个，要甲招呼一个，但是有时有一寡无可爱的人呢，这都是咱的条件，这咱的功课嘛。所以马太福音5章43、44到47讲，恁捌听见有话讲，就听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敌，这是社会标准，对不对？听我就听啦，无听我就要甲你对敌嘛。但是耶稣讲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对着恁的就听因，困着恁的就替因祈祷。哇，这个真正这功课就来啊，对不对？恁要安怎听迄个对敌咧？困着恁的，你要搁替伊祈祷咧？这就是咱的功课嘛。迄就超过人的本性啊嘛。这是上帝给咱的功课。伊讲，恁
若简单请安恁的兄弟，有啥物看赢人？外邦人无安尼行嘛？意思讲吼，你敢若爱逐个好朋友招呼，逐个交陪。你讲我有啥物听？别人嘛是安尼做啊。所以意思讲，耶稣讲，你着听迄个超过你会当听。所以咱真正咧推动幸福小组的时阵，咱着咧鼓励兄弟讲你若关心无够，迄个不足啦。你若听应该听的，迄是当然的就对啦。但是你若听甲超过应该有诶听，迄就是真正会温暖，才来带着一个祝福。因为迄才是你应该做，加做诶就对啦。加做诶才会当得到人诶感动。这拢是咱真知诶知识，但是要行要做，就亲像信上顶头拄来祈祷讲。我拢嘛用我家己的想法在做啊，到尾幸福就得到啊。咱就是甲主讲主啊，有影做无啥会到哦，伊甲我帮衬我有即个气力做。人若开始做吼，伊个气力就来啊。你若无做，拢一直拢是停留伫迄个所在。现在即摆咱拢真承认啦吼，比我应该拢认定讲。教会是一个人组织的所在啦，咱逐个人个性差异足大呢，有性格缺陷甲软弱的嘛，拢有足济啊。你袂使惊讲我要惊这个下下的就好，剩的我唔插。尼即间教会吼，就哩啦去啊。所以咱的确会当拄着，特别是对热心足接的服侍的人，拢会拄着这。第一，我侍奉的理念意见无共啦，你要安尼，我就要安尼啦。这是一种。第二种，你做代志的方法甲我差别足大。有的人是做文的，有的是做武的，有的社会的工课，有的人是伫坐办公桌的，有的人是真正伫迄个读日的。想法一定无共款的嘛。你拄着要安怎？第三，有人讲话得罪你啦，是毋是讲你的用话啊、塞客话啦？讲迄个无影者的。你要安怎？这拢是上帝甲咱放伫教会，毋是讲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所在，教会是一个天使组织的所在。上帝甲咱放伫教会，就是讲你讲要听上帝，你讲要听我，你试看嘛咧，你伫教会听会落去袂啦？若听袂落去，你就毋通讲你听上帝。上帝甲咱放伫富强教会，就是要讲恁试练看，学习看嘛咧。这是一个运动场操练看有够无？所以耶稣甲咱讲，若是我甲恁讲，对着恁的就听因，困着恁的就替因祈祷。咱拄着这个时阵，咱就毋敢讲大声话啊，讲主啊，有影，我遮还袂做袂着。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听无比这个较大。是啦，主啊，我气力无够，达袂够。我若为着朋友小我牺牲小寡我就足好啊！要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我做袂到。上帝怜悯我，帮助我，这就是咱态度就对了。第三，更较勇敢，毋是讲爱甲兄弟和好，你要克服你的软弱，想尽办法甲得罪你的兄弟和好，用什么办法拢袂要紧看是请人来做公亲，还是讲？我写一张批，甲你讲是咧，我对你讲的话有啥毋对，用尽办法就对啦。马太福音5章23到24讲，所以恁若得献你的礼物伫这段，也伫遐记得你兄弟有啥物嫌胁、威胁你嫌胁你，就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单前，大声去甲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。换一句话来讲。上帝意思毋是讲你献礼物毋好啦，你若无先甲人和解，无先拄去遐的对敌，你献互上帝上帝感觉讲你都无完全嘛，你献的礼物是有瑕疵的嘛。意思讲你若会当得到平安，你有疼，迄个疼即使礼物无啥物礼物，上帝嘛感纳。你甲人和好，这就是上好的礼物就对啦。上好的祭物就对啦，所以最后一项是讲，
咱爱专注关怀教会中上弱小的一群。教会有迄个弱小的，有迄个艰难的，有迄软正的，你爱听会落去。教会成长发展了后，咱有人讲，咱台湾教会150档，慢慢真侪会友吼，咱各方面拢应该是感觉讲袂输一般的社会啦，这是咱的一个共识啦。但是有人甲称呼讲，这是中产阶级的教会，中产阶级种你我大家吼拢袂介歹就对啦。但是呢，咱的确都爱注意，有人是有一个小组，有人是教会一个部门，就专门咧关心遐个中产阶毋是中产阶级，因为咱看见咱的会友经济改善，会参加聚会，拢穿啊足整齐就对啦，毋敢马虎。但是咱有时会忽略掉，有人迄个无体面的衫呢，无钱人奉献呢，甚至身躯小可有点仔味呢，伊毋敢入来教会，因为看恁讲逐个穿插安尼，我一个变落去吼，会感觉自行残碎对吧？会感觉讲足微细，咱都要注意到遮。较早伫庄脚拢无啥问题啦，咱真侪顶一辈时代，透早拢爱去园里做工课，转来吼，你讲叫伊搁洗身躯打扮，无可能啊！迄拢是行到礼拜堂门口，迄水吼，较早嘛无迄个水道呢，可能一骹水较咧，来骹洗洗，因为去园里有高头嘛。穿浅拖洗洗，穿去行行入来。所以较早足侪做事人吼，入来礼拜堂烫只骹就是安尼啊。较早啦，你穿安尼，我穿安尼袂感觉奇怪，吼，穿浅拖袂感觉奇怪。即马都市化，哇，逐个拢穿插足舒适咧。有时咱就拄着即款的人，咱爱足细致，讲话真细致，毋通互伊伤着。咱互伊知影讲，你我逐人背景无共款，无毋对。但是无表示你伫上帝内面，你是较微细的。所以有时教会都爱特别运作、规划，你就接纳。咱知影讲，咱台湾有一种教会，就是街友的教会，专门咧照顾街友的。这个街友的创办人哦，姓李李牧师，前几日讲过身去，因为有破病。这故事真感动人，应该有机会甲咱分享。因伫台湾逐个所在拢设立迄个中心吼，迄个设立街友的中心，互遐个人来做礼拜，做礼拜了款食的，互因食免费。你来参加礼拜，你就物件人食一日供应2顿。伊知影讲，可能遮个街友要入来咱富强教会吼，伊敢若歹势就毋敢入来啊。所以人伊就是特别这李牧师因设立这个所有这个中心，互人入去遐，感觉讲你我共款拢共身份共背景的，共运命的就对。所以入去遐做伙，甲因关心，互因一个所在洗烧水液的安尼。这街友中心伫全台湾足侪所在。即位圣诗伫咱的圣诗，平时咱即摆拢看荧幕较无咧看到圣诗内面有一个。有个米啦，迄几首的米内底拢有一块诗甲祈祷文，即个349首的祈祷文安尼写，讲求你听阮的告白，甲上帝祈祷啊，讲恩典的主，求你听阮的告白，阮常常高举骄傲甲有势力的，看轻弱小微细，这是咧认罪就对啦。讲我高举骄傲甲有势力的，看轻弱小微细，阮互富人好物做到巴掌，总是忽略送向人的需要。阮送邀我的人空手倒去，只有自私帮咱家己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怜悯教示阮，也赞阮会表现怜悯。这是一首在求主怜悯的诗，因咱人的心常常会有这款的软弱。我会记得几年前伫高雄牧会的时阵，有一日接到一通电话啦，伊甲我讲，有台北一个韩国的代表处，咱台湾都无啥物大使馆，其实这就是大使馆就对啦，有一个副代表，叫做朴代表，韩国人说朴的足济讲要来教会拜访，我这个咱平时也无咧甲官府交往，哪会有这款人要来？伊来原来是安尼啦，原来是讲
我伫高雄的教会的时阵吼，有一个事工，就是咧关心遐个独居老人，无信主的，咱就去社区、去里长遐讲，恁伫咱即区内底吼有即款人无？佫无亲人呢？咱就用一个组织去甲关心。迄阵咱有甲迄个1919，就是咱即个夏中间牧师因即个救助的中心来合作。因有一站拢会送遐个食物吼，迄叫做食物银行啦。咱领着食物银行吼，咱就甲这物件用规包，同工就送去到即个艰苦即个独居老人的头安尼。其中呢，就是关心到一个安怎呢？讲起来是嘛是时代的悲剧就对啦。有一个姓金嘛是韩国人吼，韩国人伫日本时代来台湾啦，伊老爸来啦，来伫遮了吼，战争一个煞，日本人拢转去啊。伊因的老爸当初是算讲技术人员，互人请来台湾的，伫家人吼，毋知是做船厂啊做啥，哇！战后煞袂当转去就对啦。所以即个姓金的兄弟吼，全变做无国籍的人，无国籍。要申请转去韩国，都无 passport 都袂当转去。真正伫遮生活几十冬呢。少年时代因为伊会晓日文，就去教日本话，加减生活。毋过老吼，无人顾。迄阵教会知影即个人，就甲照顾、甲关心。判病就送去病院安尼，到最后，即个兄弟判病就过往去。教会就是有哪负责甲伊处理丧事啦，都无人送哦，无书记主持哦，会友来唱歌安尼哦，火化甲送入去迄个教会墓园安尼。所以即个韩国的代表处就是讲，哇，因无法当处理伊国籍的问题啦，但是伊专工来到高雄，来表示谢多谢，表示讲教会多谢恁关心即个弱小的。即款的事工看起来是无介大，但是听到因咧回应，咱嘛感觉足感动。安尼即位最后，咱来互听伫教会中做搁较侪啦。主耶稣新命令讲转发甲先知的总拳头。就是咱的新的改变，经文咱就无搁读吼。咱对耶稣的教示、甲实际教会生活理解，咱拢知影。对上帝来的听，即个听是专发甲先知的总拳头。咱若无对遮来透，咱拢无法当甲真理明白甲真透彻。所以，是安咱讲唯一听、唯有听，是讲即个听是咱人的啥？咱的软弱啦。讲咱的即个致命伤啦，你即项代志做袂到，其他拢做袂到。就像咱人要健康吼，你的食物营养要有够啊，你生活做实来好势，迄基本的啊。但是为伫生活中用听来实现出怜悯、弱小、赦免人、和解、接纳，用听心讲实话来规劝，这拢是包含伫听的总纲的内底。怜悯、接纳，这是咱所咧努力的。但是即位。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。迄个听要怎实现啦？吼，主的听满满的教会有一个南树的之父，叫做纪守常神父，伊的见证。这个神父伊是属于瑞士哦，吼，瑞士一个好亚国家哦。但是伊是1919年出世，当时呢，瑞士有一个叫做白领会，白领会咱台湾翻译就是伯利恒啦，伊。天主教家号做白领，白领就是伯利恒的车会派来台湾做宣教士。这个纪守常神父伫1954年，迄足早对无？我还未出世咧，我60、70年前安尼来到台湾，大省伫台东的鹿野开拓宣教，过来转去兰树，迄个时兰树根本就无人咧观光啊，足偏僻的就对啦。但是呢，伊受到遐兰树的打武的人，甲伊疼惜，被称作兰树之父啦。这个是个纪守常神父吼，生了足缘投呢。因为迄阵吼，听讲有一间电影公司啦，要拍电影，要拍兰树伊咧穿个丁字裤啊，足趣味啊，就拍片。
啊，就叫这个神父讲，你来办，你就做你神父的上就好，我要翕，啊，就是一张啦吼，哦，翕啊足水，迄是人个电影的剧照就对啦吼，啊，真正去哦，啊，伊讲要甲补助一寡费用就对啦吼，真趣味。啊，就是为着要听这个兰斯的人，啊，这是伊伫服侍一间东清吼的海青圣母堂吼，啊，这是伊当时的。啊，故事有人感动是讲，伊是对一个瑞士好野的国家来到这个所在，啊，伊就是全心投入来照顾这个兰斯的人。但是伊为了维护伊的权利哦，当时是戒严时代哦，迄警察是足歹哦。但是啊，为着要争取因这个兰斯人的权利，伊甲遐警察相拍呢。伊感觉讲你是安那会使欺负？迄阵咱讲叫做烦啊吼，共欺负啦。啊，所以吼，伊听打呼的人，伊的厝，伊的这个神父的宿舍吼，拢无咧关就对。啊，遐个人吼，若要入去要摕物件，拢毋免甲讲安尼。伊讲会当互的拢互了啊吼，啊袂当互的嘛拢无看见安尼就对啦。这是伊的心情安尼。啊，互人感动的故事伫遮啦吼。1970年吼3月初10，这个神父呢对台东坐夜车送2个原住民的查某囡仔来西部去接触这个要来做就业，啊，要来互伊食有头路就对啦。啊，伫高雄吼，再搁坐计程车、回头车啦，有一只对家己载人半暝载来高雄，啊，回头车讲啊，伊要搁加趁挂就对，啊，坐起哩。啊，这个司机吼，爱趁钱啦，也无咧顾着伊家己体力无够啦，爱拄久啊就对啦。车一直开对高雄开啊，到咱台南。啊，这司机吼，实在是半路开始咧拄久啊啦。啊，咱知较早咱台南的路拢无介看嘛，较早咱的两边路两边吼，还未开大条的时阵咯，较早拢为迄个山野树。一丛丛足大丛，啊，看到像个绿色隧道足水。啊，这个司机吼，拄久怎规只车弄对树头落去安尼。啊，就安尼吼，迄阵这个神父，互人送去附近的一个诊所，迄阵也无像现在迄后送的病院拢无啊。啊去啊急救到尾，无救无活，伊弄着大树。啊，伫遐来死，才50岁，啊，伊的墓吼，囥伫台东啊，台东迄个海岸山脉，遐有一间迄个天主教的礼拜堂的边啊一个墓，迄个基修上墓。兄弟姊妹，较早足侪宣教师，伊用主的听来听咱世间，听咱台湾人。今仔日咱咧纪念马雅国医师啊，100岁的迄个安休100周年就对啦吼。啊，咱伫后礼拜，对即礼拜开始有要办足侪纪念的活动。即个马雅国医师嘛是共款，用主的听来听咱台湾人。去到山区，去公仔林，去目沙迄个所在传道理。但是伊就是欢喜要学习主的听。